上環德輔道中287至291號常蒸館飲茶。港鐵上環站 B 出口出站後轉右向前行，去到路口過馬路轉右向前行，行多1-2分鐘就到酒樓啦。星期一至五早茶7點至11點半，下午茶2點至4點。星期一至五早茶同下午茶茶錢都係10蚊。星期一至五早茶同下午茶小點18蚊，中點24蚊，大點29蚊，特點33蚊，頂點42蚊。孖寶35蚊起。生滾粥粥底14蚊，配料5蚊起。早茶任選2款 A 35蚊，鳳爪排骨飯正正常常，味道 OK。鮮粥牛肉球，牛肉淋滑有肉味，幾好。煎釀虎皮椒3件19蚊，煎到金黃色，幾香口。星期一至五下午茶孖寶37蚊起，燒味湯粉38蚊起。炒粉麵68蚊起。下午茶任選2款 A 37蚊，豉汁蒸鳳爪，汁醬比較少，味道唔錯，好食。招牌叉燒包，包皮鬆軟，餡料豐富，甜度適中。嶺南煎釀茄子19蚊，炸得啱啱好，夠熱，魚肉彈牙，好味。香煎蝦米腸19蚊，中規中矩，冇乜特別。早茶埋單81蚊，下午茶埋單105蚊。